高雄检方稽查发现，美浓农地也有正10笪互人囤用建废弃物，其中一笪地主是议员曾助理。淡江大桥工程上尾阶段，今仔日2名要甲做伙，总统赖清德新北市长侯友宜拢有到场，上紧明年5月会当通车。台南庄下晡一直雷公醒啦，5点多钟的时间来醒啦，超过上千届南区气象中心解说讲是气流旺才引起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6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先咱要先来关心的，就是这高雄头屋沙石的事件呢，即嘛是愈逼愈侪啊。今仔头地检署是带队去稽查，初步掌握到的是美浓的农地呢，即嘛也有正10笪是互人囤用建废弃物，其中有一笪这地主就是议员的曾助理姓周的女性，无排除是集团来犯案。那即嘛警方呢是要借科技执法来侦测可疑的车辆。结果举报说，这个它是回填的部分是那个回填这个事业变，所以才会请那个环保局来会勘。基层分局长看甲检察长说明，这个农地囤土的问题出伫倒位。虽讲前议员助理赵丽君，这个农地已经囤平好势，不过土方内底拢是起厝卡落来的阿木土角甲砖角，土地顶悬阁有囤满2楼悬的建筑废弃物。事实证明囤土的动作无老实。来实地勘查，桥头地检署检察长表示，一定严查严办。我们必须要到现场来去了解，才能够更进一步明确了解到底我们的整个大自然环境。整个国土被破坏的这个严重情形检察长带相关人员到现场实际走一抓，因为农地头过案件一件接一件逼，检方怀疑背后有集团。在地基层分局这阵也结合科技设备来加强稽查，包括伫列管的农地，也有禁止沙石车出入的所在，拢来到监视器，只要发现无对当，都会随通知警方到场稽查。杀死再走没？那你们会不会担心这样影响到你们种东西啊？我们哪里有办法？农民有什么办法？以设备科技执法来替代警力，因为警力有限。那对于这些所谓的列管坑洞防治这个不孝的业者再有这个倾倒废弃物的状况。警方表示，目前列管的农地已经有正10笪，警方拢已经有到监视器来加强稽查，只要发现有不法的行为，就会随派人去看，要互伤害农地的行为降到最低。记者柯家如赵阳高雄场报道。提醒大家，这119的救命专线呢，千万唔通乌白卡。根据这彰化县消防局的统计，对今年1月到8月这当中呢，受理报案的电话是有3成4拢是无效的。其中有一个人甚至是连续6届来卡119，甚至佮甲人取消去。这消防局是依法该开出1万块的罚单。电话响一响，勤务人员详细问情形，赶紧安排救护车。119应该是救灾救护的守护专线。今年5月，彰化所发生有一位民众卡119报案，讲有人身体无爽快，需要救护车，无几分钟佮卡来取消，互救护人员白了工。确定吗？自己去医院就好。好，来，请到班写下好。今年的5月份有一名男子，那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打电话进来谎报有家里的人需要救护车，但是到达现场又没有这个人甚至中途把你取消，造成我们消防人员还有以及相关资源的一个浪费。消防局指出，这位民众1个月内有6届卡119报案的记录，但是到现场发现根本无人需要救护车，甚至是向取消报案。经过查证，确定是乱卡119，消防局依法开出1万块的罚单。也若根据彰化消防局的统计，今年1月到8月，计共受理11万829通的报案，无效的电话就占3成4，其中卡来无出声的电话是上侪的。昨24点钟，全部的电话个375通，无效的电话个占136通。这样呢，对阮接119的人员来讲常常会影响到真正需要人叫救护车的人卡袂入来，这对阮来讲，长期嘛是一个困扰。消防局表示，灾害抢救加紧急救护拢是咧含时间走小绿的工课，希望民众珍惜救灾资源，千万唔通乱卡119电话占线，影响真正需要救护的民众。若是恶意乱卡119报案，违反消防法的规定，消防局嘛依法开出罚单。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另外，咱要来关心的是，这宜兰有一间高真的是传出校园暴力的事件。这是一个年的学生，伊是举刀来攻击同班的同学，受害者这脚趾片互伊拄两倒去。冲突的原因呢，有可能就是伫社群平台起冤家，加在这受害者人是无要紧。平静的校园内传出同学中间的暴力事件，地点伫宜兰一间高职。15早起10点外，一个读2年级的查甫学生，趁老师伫写黑板的时阵，摕尖刀甲一个男同学的脚趾拄两刀。老师虽然赶紧阻止，不过也是造成被害学生脚趾有2公分深的刀伤。他上个礼拜有一些口角啊，那辅导室跟生辅组那边还在做后续的了解跟调查。事后，学校方面赶紧报警，嘛甲受伤的学生囡仔送医，好在再无伤着要害，无性命危险。学校初步了解，两个人好亲像进前就冤家啊，搁伫社群平台互相呛声。作案的男学生就伫课堂，甲这个查甫学生囡仔拄着伤。学校是讲，因为尊重学生囡仔的隐私，即马无法度甲学生囡仔敲碎牌啊，所以毋知影学生囡仔有炸尖刀。除了启动校安通报，伤人的查甫学生嘛去警局做笔录。那这些情绪跟对立呢，他们没有办法在网络上面得到实质的解决，所以呢，它会延伸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争执、冲突，觉察网络危害，纳入我们的教育的互动思考里面。教育团体是讲，袂少青少年介伫网络平台互动，刷卡的收获现实甲同学斗阵沟通的方法，若是超袂平，真少成年纪就较会发生冲突。建议教育单位爱重视网络的负面效应，同学中间的沟通，也有处理情绪嘛，一定爱保持理性。记者采访报道。天气的消息来关心的是，可能阁有风台要来啊！气象署是表示讲，目前伫南海、菲律宾东边，也阁有关岛呢，拢有一个低气压的系统。其中伫菲律宾这个是真有可能会进一步发展，成做是今年的第17号风台比塔。预计伫拜四开始，台湾东南部甲南部都会明显落雨。18号跟19号这两天来讲的话，在台东跟恒春受到这个热带系统的一个影响之下，都是容易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况出现，而且都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是在整个东半部跟南部地区的话，都是受到这个热带系统的一个影响之下，都是容易会有一些短暂降雨的一个情况出现。而在其他地方的话，则还是维持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形态。那气象署是表示讲，今仔日呢，这东部、东南部，还有屏东等等地区呢，是有短暂阵雨的情形，因为其他所在拢是侪份好天的。桃园以南这山区呢，过昼时会落雷公雨，所以请大家都要特别细致啊。也那下暗开始，水气开始涨北，拜四、拜五这全台湾天气拢会转做是无稳定的，特别是台东甲恒春半岛呢，这落雨的时间是真长，所以提醒大家一定都要注意。另外来关心的是，台南昨下晡呢是一直雷公线啊，5点钟来这线呢已经超过上千届啊。南区气象中心是解释讲，这就是太平洋高气压和对流正旺，唔才会引起的。另外，伫台南山上的水稻博物馆呢，这樱花竟然开啊，远方判断可能就是天气的变化和花期乱去，恐惊是影响着生态。15号下晡5点半，台南天顶四那一直是连续出现真侪个单雷公兼有四那光，四那路径看甲真清楚。那这特别的景象，5点钟来四那超过3000届，这个乡亲看甲会惊，认为这款状况无介正常。南区气象中心出面讲，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地区中昼过后对流发展较旺，伫台南甲高雄交界一带开始发展，继续往西边海边的方向刷点动。气象中心也提醒，这2天南部中昼过后，赶快要注意有雷阵雨。台南最近好少有这种天气的变化，因为台南最近有时候仰望天空都可以看到双彩虹，很美。没有想到这2天就雷雨交加。由于对流发展的时候，在积雨云里面会有非常多的冰晶，那冰晶互相碰撞之后会产生电荷的分离，那分离之后会在云间产生一些放电的一个作用。同款是较奇怪的气候现象，嘛出现伫咧台南山上回恒水稻博物馆，原本应该等到寒天到春天才会开花的河丁樱，这摆煞伫咧9月就提早开花啊，互游客感觉真意外。园区解说，园内樱花
回收，并无做摧毁处理，研判是一粒寒一粒热，致使樱花的生长期错乱，拍乱植物自然的花期。啊，都10丛吧。啊，一丛拢规蕊啊。哦，规蕊啊。啊，上水也是过年的时阵，啊，因为气候的关系都变了啦。不只是樱花，很多花的花季好像都乱了。例如，现在我们园区还有1、2棵凤凰树，还有看到花。理论上，凤凰花的花期也应该过了。那以樱花来说，我们倒是第一次发现它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开花了。水利博物馆表示，有专家提醒，这款季节错乱，恐惊影响到植物正常生长。这款大自然的气候变化，就要小心面对，唔通放花花。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或者天气的变化嘛，影响到咱的生活。今年7、8月份呢，是因为风台落大雨，这菜色价销起较真悬。最近颠倒是因为叶仔菜呢较快收成，所以价销随安尼落落来。以西螺果菜市场来讲呢，这菜色交易量是登来到800吨，一个月进前平均1公斤是60块，今嘛只要35块。农民透早无用咧挽汤时仔菜，不过因为最近天气较稳定，产量过度等等的影响，地区分林菜色产地叶菜类的价销持续咧落。其中汤时仔菜1公斤产地价销敢若剩差不多10块，有农民讲采收根本就袂好，有的规期全歹卖。啊，你话9块人就砍掉，迄袂好啦。上西底农民，伊即摆原物料上西底就爱偌济，你知无？差15块左右啦。啊，咧走是工钱低。啊，你不付成本啊！你请工都无啥会好啊。西螺果菜市场表示，7、8月因为风台搁落大水雨，地区菜色的价销贵三三。以8月中来讲，市场的交货量敢若剩600吨，平均菜价销起到1公斤60块。不过因为即马叶菜类福景就市，交易量增加到800吨，所以平均等来到1公斤35块。瓜果类甲叶菜类无共，因为瓜果类大部分拢有大病啊，是爱甲这阿摩多条啊、扶正啊、面顶这烟线网啊爱搁砍过，所以伊比叶菜类付更较慢。西螺果菜市场表示，叶菜类包括蚵仔白、硬菜甲汤时仔菜等等，因为天气稳定，产量增加，价销落到1公斤差不多10外块。不过，若果仔类、果子类，因为复经期的时间爱较长，甲采收期等等的因素，交货量有限，所以价销也是悬。后续若无受到天气的影响，价销甲交易量就会愈来愈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驻丹麦代表呢去参加日本大赛馆所办的天皇生日的这个活动，结果煞互中国要求甲咱赶走。咱外交部是正谴责批评中国是有够无水准。外交部也要强烈谴责中方外交人员试图恶意阻扰我国与他国正常互动的粗暴卑劣行径。这种战狼外交的蛮横作风，不但毫不尊重主办方，无视出席国际活动应有的基本礼仪，而且完全背离国际民主社会的文明素养。这件代志呢，连丹麦媒体拢有报道，讲中共呢伫咧驻丹麦这个大赛去日本的这个天皇生日活动的时阵，叫人甲咱台湾代表郑英俊翁仔某甲赶互走，结果互日本甲拒绝了后呢，人是掉脚断地要离开进前，甚至佫一直甲咱记。咱外交部是谴责中国刁工来阻挡台湾甲外国的正常交流，这款行为实在是足无礼貌。再来看，中国是一直咧扰乱咱台湾，毋但是做人咧掠鱼掠过界，昨佫有4只海警船驶入咱的金门海域，加在是拢互海巡甲赶互走。咱海巡署表示讲，会继续来监控中国海警船的动态。您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您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否则我船将依法采取必要行动。海面是海巡警员的广播声音。中国海警船动作真济，15个有4只船，关于自动识别系统为金门历史甲法定驶入咱的水域。这类案船引起中华海上敏感神经，最后伫顺风艇的并行监控之下，海警船伫下晡5点驶出金门限制水域。侦获越界捕鱼，而且那海警船10时暗时克服中国渔船越界，进入东沙水域，想要进入环岛违法掠鱼，海巡调度舰艇顺利包抄定检查扣，成功于东沙岛东北方8.3里查扣越船小舟1艘，
并将越船驱离航出我国水域。最近1月开始，海巡已经伫东沙水域驱离中国外界渔船158只，扣留小船12只。过去几日，邀请1只中国渔船连接外界，塑胶配合海域，海巡船舰实施执法驱离，所传出互中共宣称南广播反制，引起关注。请勿保持克制，与渔船保持安全距离，确保渔船安全。海巡赶紧澄清，驱离中国渔船甲监控共男是两个无同款的事件，毋是同时发生。指控中共精心制作的假影片，透过人体作战，是要制造咱执法受干扰的假象。海上执法权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国家自己的手中，那做这种小动作是没有意义的，只不过是为了他们的大内宣或者是大外宣，用这种宵小之举，其实是十分可笑。海巡强化海空干净力量，安捷航空推出重新计划民间版的军规侦察机，真侪摆查到强男透过无人机清楚加入海巡侦查体系。不过关碧玲表示，第一步依然是先增加无人机、无人艇的侦查量能。记者综合报道。这离出世界大战的到今已经80周年啊！中国是提出开罗宣言出来呢，因讲日本苏当时已经把这台湾的主权还来予中国啊。因那美国在台协会呢，伊是批评中国乌白乱讲，错误解读。另外，咱外交部是强调这两岸就是对等的存在，互相无关系。外交部要感谢并且欢迎美方对中国扭曲2战的相关文件言论进行的驳斥。特别是公开明确的重申美方对台湾的政策立场，驳斥中方虚假不实的论述，以及再次展现对台湾国际参与的坚定支持。美国在台协会呢是认为讲中国这款行为就是乌白乱讲、错误解读。那从 AIT 的这理事主席呢是认为讲，美国过去因就捌讲过讲，这两岸的问题应该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处理。那准备解决，也要先有台湾人民的同意才会使接。所以因是袂过度来解读这种讲法的。另外来关心的是，这罗西亚甲白罗斯呢，即马当咧举办联合军演，海空作战拢有包括在内。这美国是真罕见受到邀请来观摩，同时这美方也宣布讲，因会解除对白罗斯这国营即个航空公司的制裁。分析家是认为讲，这美国甲白罗斯之间的这关系有可能起变化。白罗西亚近来演训场国防部长贺立宁亲身接待美国军事官员，佮开放观摩所有区域。罗西亚甲白罗西亚的西方之控制5联合军演规模真大，演练动用飞弹、长程轰炸机、甲反潜直升机等，佮展示破坏力各用的武器。白罗西亚防长强调，这摆演习是两国联军相关战术训练，佮邀请包含美国在内23个军事代表来参观。Проведение совместных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 «Запад-2025», которое является венцом или основой подготовки войск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美国军事官员也受邀观摩，白罗西亚防长除了承诺为稳重政府物件，佮分准美方自由选择参观项目，强调愿意展现透明度，被解释是释出善意，是要甲美国修复关系。Самые лучшие места,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наблюдение, все, что интересует, все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хотите, куда хотите, можете пройти, посмотреть. 在这个演期间，美国当局解除对白罗西亚航空的制裁，运准备零件甲维修波音客机。进前，白罗西亚当局释放52个政治犯，包含记者甲反对派人士，被看作是高压条件。白罗西亚航空捌伫2021年强调，随按航空客机别降事件了后，互欧盟甲美国全面制裁，无法度买零件维修机队，互航线减少再步陷入困境。制裁解除，象征两国关系这几年上大突破。外界分析，这可能为美国中期驻白罗西亚大使馆铺路。公司新闻陈伟珍报道。来
看即马美国和中国针对 TikTok 的问题呢，是有达成基本的协议，也毋过细节呢，其实也无讲外界清楚。敢若知影讲是会保留中国的特色。也若美国这边呢，因是表示讲，其实因上界要义的，就是国家安全。这个拜五双方会来确认细节。美中官员15表示，双方已经达成一项空嘅协议，将底下因平台 TikTok 所有权转移到美国控制之下。协议有保留中方重视 TikTok 嘅文化元素。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表示，中國要義中國特色，因為這是一種軟實力。美國要義是國安問題。We have a framework for a TikTok deal. The two leaders, President Trump and Party Chair Xi, will speak on Friday to complete the deal. 中國表示，雙方用合作方式妥善解決 TikTok 相關嘅問題，減少投資障礙，促進經貿達成基本空氣共識。這個用詞甲美方嘅用詞有小可無同。關於 TikTok 問題，中方一貫反對將科技和經貿問題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絕不會以犧牲原則立場、企業利益和國際公平正義為代價，尋求達成任何協議。這長期堅持緊張的美中貿易談判內底，這擺 TikTok 算是真少看到有進展的協議。雙方一直想要化解一場擾亂全球市場的貿易戰。美國政府要求 TikTok 愛在這個月17以前完成，遵守美國控制所有權的安排。若無在美國可能落地或者是封鎖。貝森特表示，這也予中方談判代表願意推動達成協議，目前可能延長90日來完成協議。貝森特無說明某公司直接跳動是毋是將應用程式的核心技術轉移予美國公司。中國網信辦一個官員表示，協議可能牽涉授權包含演算法在內智慧財產權。公司新聞黃文玲報道。這學生囡仔食無健康的食品變大箍呢，已經成做是全國的問題啊！來看這墨西哥新的規定，因是講這項園內底呢是禁止來賣無健康的食品，包括着含糖的飲料、禁馬鈴薯片，還有煎豬皮等等，這攏是袂使賣。墨西哥每3個學童中都有一個人體重超重，全國兒童有40%的熱量攝取來自本素食品，攝取量是拉丁美洲第1位。為了轉變這個全國性的健康問題，小英保姆政府推出校園禁賣本素食品的新規定。外包裝有高鹽、高糖、高熱量、高脂肪、烏色標示的食品，一律禁止出現在校園的販賣部。每隻會面臨545塊美金到5450塊美金不等的罰款，大約新台幣18000到18萬。Más la nueva escuela mexicana en sus ejes articuladores, uno de ellos es vida saludable y ahí se les da la información a los adolescentes, a los jóvenes, a los niños, a las niñas de por qué es importante tener una alimentación saludable y la activación física. 這項新政令的執行並所存在一寡困難。首先，全國255000間公立學校只有4%有飲水機，真濟位置偏遠也是山車地區學校，因為欠合格廣線甲穩定的電力，學童的飲用水源都是一個問題。過來就是迄寡佇校門外賣糖啊、販賣片甲冰淇淋的街路四手啊販仔，無佇管制範圍內。學童上學課途中，敢會當擋會掉這個脆食面，佫是另外一回事。Pues que ojalá y todos los papás sigamos la dinámica para, como te digo, para ya no ser el país número 1 en obesidad infantil. Y pues tenemos obesidad infantil y vienen enfermedades, diabetes, todo mucho infantil. 大箍伫即馬已經是全球性的流行病。墨西哥當局想要重塑後一代消費者的飲食文化，引起世界其他國家政府的關注。記者咧，美國川普政府的衛生部長小羅伯·甘迺迪拍出予美國擱一擺健康的機會，就是要將過度加工食品列為政治對象。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來看國內消息，這民眾黨前主席郭文定呢，總是用原本的金額來交保，結果無到24點鐘，閣再一擺因為這個政治獻金等案來出庭。同款出庭的茂木科公司的董事長甲會計師，也拿這被告李文忠，這屆是以證人的身份來出庭。無表情強制發現民眾黨前主席郭文定得到8億裁定，維持原金額7000萬交保了，計無到24點鐘，才能夠出庭。主席，昨天柯美蘭喊話要小草不要抗議，是有什麼原因嗎？
采听上大重点就是合议顶点出，免向有证人无做证员，都真长期也要必要，按国明确界定国问题，免甲共限被告，家己单传唤证人接触，起诉证据清大在庭的证人是名有诉缴、恐吓、探寻案情的行为，到目前，北检也在研议是不是要控告。确实，昨天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我觉得大家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讨论，再到昨天的结果，我想呢，把一切明确化来说，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北地第一摆交保甲国体有接触的共限证人，但伫喊北福检方列伫控告理由，指国体违反规定，今麦北检裁定认定无伫限制接触名单，伊也透露心情，精神有较轻松。今天有准备什么吗？这摆开庭重点放伫政治现金顶项，共限被告李文忠用证人身份到庭，以正式受国民体指示，成立众望基金会，起初规划国民体做董事长，不过最后由伊来做，相关的财务核准也拢是伊负责。不过后检方问到国民体捌传信，向伊讲若是需要认定，党部应置换，伊是回讲已经对信息内容无清楚。欢迎这摆审理公务通环保科公司董事长，也是李文忠的小妹李文娟，甲会计师端部证顶共案被告，安算会专工开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空军的伫平湖下北场来进行演练，也毋过部在为了刷去影响到部分的主体。即马空军是强调讲会派人去慰问看款来提出补偿办法。也若退役飞官伊是认为讲要训练这大型弹药的射击，要时间来当去到平湖的下北场。伫华视国小上课的学生，雄雄甲老师讲，因看到外口咧庆宴，原来是空军车牌子杂志伫平湖草书石大靶场进行实弹炸射的演练。会当看到炸射了后，演是称甲真悬，显示部在为了真惊人，甚至连40公里远的马径，会当感受到震动。也若离靶场上外差不多8.5公里的华视，头一个受到冲击，部分的人家厝嘛受损。身体会较袂旧来。炸射拢会闭开的，拢会离开。只有逐间厝吼无完全的，拢有裂痕啊。届时也会派员赴这个万安乡花语村实施慰问，还有一些设施损坏，会做适时的这个释处，并适时的这个做补偿。空军讲会派人去到修理，也若华书在地人是体谅国军实弹演训的重要性，表态支持。为着要减少射击造成的浸泡，冲击到人家厝，空军即届原底是规划伫靶场附近的海峡，放大粒的红色气球当作标靶，降低射击的浸泡，甲对徛家结构的影响。不过气球却是雄雄无去，初步检判是因为消风沉到海底。气球是为了让飞行员目视方便，那其实飞行员本身就有雷达投弹的能力，那个有在的话，就增加了你目视再做一次设定。然后你可以用雷达，第一个航线先给它做锁定一下，然后更准嘛。体育飞官高志荣分析，无论是用靶阵也是气球，拢是希望降低对人家厝的影响。虽然东部的海峡较宽，离徛家较远，不过因为海底搁较深，自来干来当请海军舰艇拖靶阵，再搁做实弹射击，而且考虑射击了后脆片喷出去的范围，所以大部分干那射小型的弹药。若要训练炸射大型的弹药，就干那会当去平湖石大靶场。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动物保护自治条例草案三读通过，这当中呢第17条是互人改读做全面来禁止山猪条。即马农业部是提出意见，认为讲这改良式的限制呢，应该是会当免受限制。也毋过动保团体是认为讲袂当拍破禁用的规定。先把脚的部分。南投县大部分是山区，抗动物陷阱也是山猪条状况真普遍。为少流浪鸟狗着陷阱着受伤，变做三脚鸟、三脚狗。所以南投县府有定动物保护自治条例，也经过议会三读通过。内底条文有立法全面禁止使用山猪条，但三读的草案送农业部审核了后，中央提出一寡意见。南投县府8日嘛和动保团体开座谈会。动保团体开会进行画口号，诉求县府要依持禁止使用山猪条的主张。全面禁止山猪条，立法刻不容缓。南投动团跟全国12个动团所共同的诉求，全面禁止山猪条的条款，希望能够尽速入法。家畜所在查缉山猪条的时候为主责机关，希望警方能够协助处理。
针对南投县动保自治条例草案第17条，全县禁用山猪条，农业部提供的意见是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危害公共、家禽、甲特定安全，使用该粮食蜡具无受到限制。另外，第17条第2项，查缉山猪条必要时会当会同警方处理。内政部认为条文内底必要时的判定无明确要件甲定数，嘛建议提掉。我们今天你看凝聚这个结论以后里面啊，会跟农业部里面再进行先一些初步的沟通，再经过县政的法规小组修正以后，再提县议会来做3读通过。南投县府农业处表示，当初拟定条例草案的时阵，是收集地方意见才制定的，后续照中央意见重新议定。同款会开座谈会收集地方意见，甲农业部沟通了后，会个案定数送审议，迄笔完成才会颁布。记者许平仪南投报道。历代交流协会进前才提示讲，这日本人呢来到台湾，伫咧观光地点的时阵，都要特别注意这蒸馏啊。这警方呢是伫咧9分啊，假做是观光客，结果呢掠到3个对菲律宾来的蒸馏啊，其中一个就是偷摕日本人物件的嫌犯。2个查甫人伫泡脚屋伫壁角趁机会观察，等到工盘到场，或者较伫眼神，见到身躯边的查甫人，也毋过要偷摕前一刻临时收手。破案后精选，原来因发觉到现场有警力埋伏。警方以便衣人员混入人群中，严密监控，并在可能下手行窃之处入耳。警匪四目相接，让犯嫌瞬间心慌。想要选袂赴啊，警方前后包围，伫9分路街掠到3个查甫人，拢是菲律宾籍，也毋过无还佫有一个人无亲自到场，代志败露了后，就发电机出警。罗邦的险关，经过身份调查，其中一个人甲今年日本籍旅客受害永康街窃案有关系。定狱的手法就是借着人海战术，制造小恶触觉。也毋过日本游客来台算防偷摕事件定团，和代理交流协会被会伫瓜邦示警。国内真侪日本景点拢互点名爱细腻蒸馏啊！毕竟到目前，日本籍在台的失窃案至少有16件，警方积极侦办了后，即摆互跨国蒸馏啊集团踢到铁板。也毋过因得手一摆离境了后，佮派人第2摆来台，安怎会一再伫台湾犯案呢？那菲律宾跟台湾很近，所以当他们做海外的这个窃盗的话，那因为这个真的是比较近，它的成本也比较低。那我们跟菲律宾之间也是有免签的关系。虽然有部分的生活好掠，也毋过源头有关无好掠着，即件倒一日来台个犯案，相当的说是台湾的国际形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店头伫社群平台表示讲呢，因有摕到10块的金额，结果斟酌甲看，竟然就是游戏场咧使用的。律师表示讲，这款钱呢，若准会当看出来，安尼就是佚佗物仔是无算犯法。也毋过，若准是用假钱去买物件，安尼上当是会罚关10档。入红仔机路边的小食摊，定定看到10块的动身啊，台南去收宵夜的店头伫网络打出这款的版本，后壁面相反是玫瑰枯条的，各里写10块，也毋过顶面却是出现一排专用游戏台白字，并到正面这面原本以为的酒中镜头上，乃愈看愈奇怪。服务业者讲，家己敢若小偷啊相款。重量不一样啊，重量一样就真的不行，跟10块真的很像啊。所以我们后来就不要，干脆就不要用了。这看起来好像台北收一间娱乐场的头家家己设计，伊讲就已经10版啦，若是有无细腻收到的，拢使钱换回正常10块。不过其实游戏台北甚至假冒白边怎分出真假，也互真侪业者是真伤脑筋。没办法注意啊，因为会那个没时间去点看了。很脏的我才会把它退给他，说叫他换，10块钱还好啦。如果是那个1000块、500块的，那一天就等于白做了。本身看起来饥渴乱真的状况，才会构成是故意要来伪造货币。如果单纯只是游戏币有点像的话，这不能算是一个伪造。律师也提醒，若超工使用假钱交易，相关可能加10年的刑责。定定用10块当身啊，及红仔机的业者讲，上定定收到其实是外国的当身啊。因为500韩币跟台币比较10块钱比较相似，所以他可能投500韩币的话，机器会识别。那日币的话，通常啦100他会直接退出来。央行提醒，这个10块的当身啊，侧面拢会使看到人像的五官真清楚。孙中山的版本后壁面也个稳重的国泰民安，呼吁民众应该注意一下。记者综合报道。
这现代人休困时啊呢，是较爱去走国外佚佗，所以国内旅游是无啥力。也毋过即摆呢，宜兰的民宿这数量呢，煞逐当拢咧增加。即摆县内已经有2000多间啊，品质是有好嘛有歹，在地人的生活嘛去受到影响。即摆呢，有民代是建议县府应该着爱设民宿的总量管制。 民宿的玻璃吹气，害人客受伤。宜兰这几年民宿数量逐年增加，品质有的好，有的歹。亲像这款的消费争议事件愈来愈多。不过最近国内旅游饭店旅社生意无好，民宿数量却一直增加，业者分析原因。还是有很多建商在盖民宿，那用民宿的名称来包装建案，在销售。最近真侪建商广告会当买厝兼做民宿，吸引投资客投入，方认为是宜兰民宿数量大增加的原因之一。根据宜兰县府的统计，2021年宜兰县民宿有1703间，单年成长100间到200间，今年已经2207间。有业者呼吁，即马市场的状况无好，投资人若需要记者才会当投入民宿的市场，得要加考虑一下。 应该宜兰县的民宿业者啊，应该要提升，也应该要总量管制。有民代也反映，管理甲无好的民宿也一直增加，常常出现半暝唱歌、烘肉等等的问题，影响在地居民生活品质。建议县府应该比照过去发展，针对民宿数量做总量的管制，也是提出分级评比等等的配套管理办法，提升民宿的品质，也要积极对非法的民宿裁罚。成本上面我们会尊重市场机制，所以目前并没有任何要进入总量管制的相关考量。 县府表示尊重市场机制，未针对民宿提出总量的管制。交通部观光署要建立好客民宿的标准，会继续辅导县内的民宿业者申请，确保宜兰民宿品牌的形象。那非法民宿的部分，客查人数已经对4个人提升到6个人，会继续积极客查。 也伫网站公布非法民宿的相关资讯，呼吁游客会当参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这观光咧使用的沙坡仔车呢，不时都发生这安全管理的问题。即马屏东县府呢是来定出活动管理的自治条例，今年底会甲沙坡仔车正式入法来管制，也来配合风景区，也来规划做全国头一个合法的沙坡仔车场地。 游客骑沙坡车照业者的指示，等水较细，油门随吹落，顺利爬去伫对面的沙坡。屏东满洲的港仔社区用沙坡车来推塞在地观光，已经赴230档啊。业者表示，进前欠缺法规来管理，则因为安全问题产生纠纷。屏东县政府伫去年大兴修法，今年5月正式推塞沙坡车活动管理自治条例，将业者的经营甲游客安全拢纳入规定。无论是业者也是民众，拢真认同。观光应该有帮助啦，然后可能就是安全上的配套真的要比较完善一点。哇！对啊，但是生活但唔知有通我等他们伫遐买来买去啊，你唔叫等人来骑到底，个挡到底，找路个挡到底。啊，人这已经是30年啊，你挡啥咯？屏东县大兴全国头一个定沙坡车的自治条例，日本州乡也甲沙坡车结合地方的观光，成立落山港风景区。港仔社区讲，因已经有利用当地自然生态景观，规划出一条旅游路线，要使民众来佚佗，带动地方的发展。阮即摆有社区去扎这秘境，就是有这加山车结合，我要带人去秘境遐，真正水的。 从0年的新办事业计划也经农业部林保署同意核定，行政院也同意土地拨用，目前课正办理土地用地变更作业中。因为计划有牵涉到国有地半径承租问题，目前也搁在等待中央的核定。公所讲，上今年底进前，就会当成做全国头一个合法的沙坡车场地。记者柯嘉如、顾兆阳，屏东采访报道。 经济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这台积电的今年第一季现金的股利呢，今仔日放出来，开盘就有1265点，也若早盘呢是冲到1280块，这也带动台北股市呢早盘是冲来到25585点，也搁创下新高的纪录。 这美国四大指数呢是全部拢朝起，台股今仔日开盘呢是落21点，不过因为台积电，所以开盘无到1分钟就翻红啊。台股随过去263点。因若分析师是表示讲，最近呢伫美国联准会降息的这个预期之下，台股是有可能会当搁再起到新高的纪录。
那今仔日这劳动部呢统计这数字呢，表示讲有通报减班休困的是，拢总有300多间的这个事业单位，总人数是来到7000多人。劳动部推称呢，除了是业者这订单无解稳定以外，嘛有可能和雇用安定的这个措施、补助政策的宣导是有关系。受到美国关税影响，冲击到台湾产业和劳工，所以嘛有劳资双方协商减班休困、减少工时的状况。昨日劳动部有公布统计数据，受到景气影响实行减班休困的有333间事业单位，总人数是7334人，比出已公布的搁再增加88间业者，人数加2471人。劳动部推测，除了业者订单无稳定的因素，嘛可能和8月13公告9大行业适用雇佣安定措施的补助政策宣导有关。还是集中在制造业是最多的，制造业的减班休息家数有271家，总共有6870人。这一次通报的减班休息的家数里面呢，适用就业安定措施的有244家，总共有5940人，大概都是家数有超过70%，人数有超过80%。另外，劳动部嘛表示，虽然通报减班休困的状况增加，可能嘛也是有恶数的状况。雇主若准实行减班休困，所无通报劳工局，嘛是违反劳动契约和劳动法令的。有劳团嘛提醒劳工，若是雇主无经过和劳工协商，就改变工时、减少工资，可能会违反劳基法产生积欠工资等等的问题。嘛，呼吁劳工拄到这款问题，通向劳工局来申诉。嘛毋是头家家己讲就会使准拄煞吼，伊嘛是爱甲劳工去协商，爱来签这个协议书，真正有这个营运困难的这部分，才会使来实施这个减班休困。上少嘛是爱互这个劳工这上加这个工资的这部分。劳动部嘛表示，业者除了通申请雇用安定措施补助，通提供薪资差价7%，互劳工一个月上济通领12101块。另外，受到美国关税影响的，佫通申请再充电发电补助，一个月上济17210块。两项会当合并申请，嘛鼓励业者主动通报减班休困，支持就业稳定和劳工的生活稳定。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来看上届工资审议会呢，伫9月26日来举行。即马劳工团体是主张讲，应该着爱调悬4%，上无嘛着爱有3%。也毋过，即马面对这美国关税变数，也佫有企业成本的压力，敢有法度佫再起咧？啊，若准要起，要佫起偌济咧？这拢是外界正关注的重点。今日去菜市啊，大家手链是挂甲大包细包，脚踏车的篮啊嘛底甲甜一甜。毋过，甲较早无共款的是，钱加真无够用，1000块若拍开，会当买的物件减真济。以前可能拿1000块出去花，好像还可以买几样东西。现在的话，出门我看大概要3000以上。消费者的经验嘛，呼应劳工团体的诉求。主计总处公布明年 CPI 差不多是1.76%，GDP 预估差不多4.45%。毋过，食物类的计数年增3.69%。医药保健类年增3.05%，互收入较低的家庭是搁较恶负担。上届工资审议会会伫26举行，甲下连续10年拢起，成做外界关注的焦点。劳团迄天嘛去劳动部头前表达诉求，认为上届工资起的幅度爱反映物价起，甲经济成长的成果，所以调整的幅度较合理，应该是挖4%。韩国今年的的月薪月薪它到以台币来讲是45900。然后时薪来讲是220块，好，这是换算成台币的。那台湾呢？台湾到目前为止是28590块跟190块，好，所以我觉得反映4%是不为过的事情，3%绝对是一个底线。经济发展 GDP 实际上大部分都是高科技产业跟电子产业，它就占了2/3以上的 GDP 了嘛。基本工资有一个最低工资法嘛，也有个法律在那边。看看法律怎么做。劳团认为讲，若照4%的幅度来调整，月给就要增加1144块，达到29734块，一点钟的薪水是198块，安尼才有符合劳工基本生活的需求。不过现此时国际情势无稳定，美国加扣关税带来变数，加上企业面临营运成本压悬，上届工资起的幅度若伤大，敢会影响中小企业承担的能力，拢也要讨论。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这破获现金1万块的政策呢，即马已经送去到立法院来审议啊。有民间团体呢是主张讲，这1万块应该就爱排除好野人，而且伊嘛来呼吁应该爱增加一个选择，就是互民众会当选择无买领钱，把这个钱放入去专用的口座，当作是捐予国家的救命钱。顶礼拜是9月10日，行政院通过特别预算案。送入去立法院三读，若立法院通过，上紧10月底，大家就会当领到1万块现金。目前政府已经公布5种领钱的方式，1万块马上就要到手。不过拜二有民团和各界代表开记者会表达诉求，呼吁民众集全领这1万块。人口结构其实是倒梯形的，我们的下一代其实负担非常非常的沉重，远超过我们这一代。那因此，我们越把债务还清，对他们来讲，越就是减除他们肩上的重担。所以我们认为优先的就是要偿还的国债。其次呢，如果真的不得已的话，我们说因为发生了一个什么重大的灾祸，我们赶快把所有的人集中去救灾。我觉得这个我们大家都能接受。好，那么再退而求其次，已经木已成舟，不可能挽回。那么是不是排富？而且嘛，呼吁政府紧把这个专款的这个物件，加创个好势，互咱若这个政策若是要落去的时阵，咱拢会当把这个钱会当带入去这个专款内面。讲未来真正有这个专款，会当用伫这个危险的时阵，安尼政府其他的钱，伊就会当摕来做别项的用途。针对普发1万块的政策，有民众表示支持，也有民众认为无应该发这1万块。如果大家都发1万，应该大家就是会促进这个经济比较好一点。他搞得好像我们一般民众，好像我们没看过1万块似的。民间团体呼吁行政院应该要增加一个选项，让民众会当选择无爱领，把钱放入去专用的口座，专款专用，当做国家的救命钱，亲像用伫个国防，也是发展本土语言这的所在。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这淡江大桥的工程呢，已经来到上尾阶段。今仔日这2边是要来合作伙，总统赖清德也有新北市长侯友宜拢有到场。经过6档时间的这个起造呢，跨淡水河的淡江大桥呢，已经来到上尾阶段。今仔日2边是要合作伙，有一个合界这个仪式。总统赖清德是亲身来出席，见证这历史的时刻。咱交通部呢是发出讲，明年5月初9就会当来通车，预计这淡水到北里之间呢，差不多会当减少25分钟的车程。即马台湾呢已经来到高龄化的社会啊，目前全台湾这个长照机构呢，差不多是有11万顶的这个名床，甲实际这个需求比起来，还阁差要9000床左右。即马卫福部是表示讲，会继续来推动长照的相关计划，来提升照顾的量能。巷内拢无人，不过这时无拍远，受到警察局的冲击，新北市开平工商停办了后，经过社会局甲教育局做伙审查，后续会转型做长照机构，按算2028年伫原位设会当大的长照机构。咱个进伫超高龄社会，长照3点0伫明年实施。卫部处长卢建德进前接受媒体专访，评估这种会当大的机构有关欠强要9000床。的确，它分布的太阳不太一样。那如果说比较是属于都会区，它有新建社会住宅的这个部分的部件，那我们当然也会一起去做考量。那其他的一些资源不足的区域，我们也会透过公司协力的奖励计划，然后征求。卫福部水平针对这种会当大的长照机构资源无够的区域，2018年就开始推动前瞻基础建设、种族保健、公私协调等等的计划。另外，也有跨机构并且和地方政府合作的3项模式，按算2017年会当达到供应甲需求的平衡。民间照顾团体直接讲，欠床的问题无好解决，除了因为设立标准提悬，地区成本增加，佮有照顾人力也欠工，业者对经营长照机构意愿可能佮降低。政府大力的鼓励社区照顾、居家照顾，这方面抢了不少住宿型机构的人员，连医院也缺人。我们住宿型机构抢人抢不过医院，抢人也抢不过这些社区照顾、居家服务的人。民间团体建议，佮增加设这种会当大的长照机构的鼓励措施，也佮有放量会当大的机构收费的上限，也好由政府来看会当利用的空间，赶紧补建，才对着人口老化的速度。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这高龄化的社会，这4大人退休了后，嘛会当来做志工。屏东县府呢，今年是头一摆来举办比赛，鼓励这服务据点发挥创意来改造服务环境，也是讲一寡工区等，让高龄的志工伫服务过程当中，嘛会当减轻负担，降低风险。
因为安尼成本无共，所以每一个无共。我家己用较价。志工甲长辈安怎使用这支会当春秋的扫帚，互家己变扫起来会使更较轻松。另外一名士大扫帚步车，毋过头前改做会使挂粪扫地啊。扫涂骹的人行到倒，长辈就方便扫到倒。若是忝啊，嘛会使坐落来歇喘一下。这改良的工具拢是服务据点的创意。这个物件也无讲介重啊，按这个年龄来扫，唔免安尼也轻松啦。你扫帚好用啊，会当春秋啊，要甲用悬来会使，要用低来会使去啦，好用，唔免压落。士大拢表示，有这的物件，互因较轻松。屏东县政府社会处为着鼓励志工的单位发挥创意，针对实际需求提出环境改善方案，互高龄志工会使较适时投入服务。今年特别举办比赛，比如讲像轻便椅啊，会使调整悬度的桌啊，拢会使互士大减轻负担，降低搬动的风险。咱这高龄志工会使搁继续去着做伊该做的志工的工课吼，阮就想讲，改造因定会使用的物件安尼，用因的发想吼，来改造因定用的工具安尼吼，阮这是一个类似比赛安尼啦。这摆的比赛阁有奖金，第一名1万块，嘛有6万块的改造金。报名到10月15，鼓励志工据点参与。社会处表示，活动毋若是比赛，嘛是推动高龄志工持续参与的重要行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南华大学幼教系师生呢，是成立一个绘本创作的团队，甲幼儿园的囡仔呢做伙来画这个绘本。大学生毋但是有通来累积经验，嘛会当透过这跨领域的合作，互偏乡的幼儿园会当有新的教育能量。经理甲幼儿园囡仔做伙画图，互一幅一幅画出来作品，才做是绘本创作的元素。南华大学幼儿教育系团队利用休落的时间去偏乡的幼儿园，用绘本创作的计划，要替偏乡的囡仔带来无同的教育体验。根本没有资源的这些幼儿园，那带给这些孩子或是家长，还是学校的各方面的教育的多元的刺激，多元的资源，那可以提供更好的优质教育。南华大学幼儿教育系指出，为着这个计划，团队专门替大拿民雄溪口加强3间幼儿园，设计符合因的内容甲教材，毋但引导囡仔表达甲创作能力，嘛互参与的大学生有实际接触教育现场的机会。阮有甲小朋友讲，阮要做一个城堡的主题安尼啊，小朋友就一直甲阮就一个想法的，就是这故事安怎进行，拢甲阮想好，阮就完成这故事的架构安尼。在课程当中，我有去画一本绘本出来，而且这个活动内底嘛用去带囡仔去画图，而且用讲故事给囡仔听，用较增加家己的迄实力。配合3间幼儿园设计绘本，刷来除了平面的印刷，阁会结合 AR 甲 VR 技术甲动画的制作。团队希望甲亲自教育现场的经验，毋但转换做符合幼儿的教育内容，嘛互集体创作的成果，成做偏向教育资源的能量。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看长臂猿的大戏《邦伫海钓》迄边，这是演清朝海贼蔡牵马这个故事，由长臂猿、邓文华、柯秀莲也个小咪4个人是同台来演出，透过女性的角度来讲爱情、婚姻也个有事业的故事。感情暧昧，后一秒两人手牵手去谈恋爱，演出一段婚外情。这是长臂猿歌戏团的新作品《邦伫海钓》迄边。这届长臂猿不是演小生，该演小段。伊演的是清朝海贼蔡牵的牵手，不过煞去爱着歌戏演员小咪演的生理人李启明。伊嫁互蔡牵了，其实伊毋是干那做某尔，伊是一个军师。伊替规划伊即个海上企业的版图，所以是一个现类组。虽然伊的个性有较浪漫一点嘛吼，所以上岸了后就去找迄个拄到小咪老师。伊是一个真浪漫的即个查某人吼，来见到我即个斯文人，就会激作斯文安尼啦。吼，伫咱迄边就无共款啦，吼，就会较派头、较查甫个性。这
届演长美云红赛是京戏老生唐文华，这是因第4届合作。伊讲对京戏看冷戏来演歌仔戏需要做真侪功课，加在现场每一位演员拢是伊的台语老师，伊也学了真紧。我的老师就直接去做工课，就真少看，真少听，老师甲我教，你倒一个字，嘴闭起来。做伙演戏的，阁有柯秀妮，伊演的是一位欠开的客栈头家娘。4位实力派演员共台演出。唐美云讲，梦伫咧海钓迄边是一个贴近历史、专心打造的故事，邀请观众做伙来看戏。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下晡的天气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是30度到36度。中部地区30度到35度，南部地区29度到35度，东部地区是29度到33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